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中年 Theo。呢期依舊都係我嘅一啲日常啊。今年之內啦，我仲會再開多個新品牌㗎。至於係乜嘢呢？目前可以透露嘅呢，就只有呢個呢，會係一個關於飲嘅品牌。目前呢，可以同大家交代嘅就係12點幾，睇人搣下嘢先啦。今年嘅荔枝咧，聽講係大豐收啊，因此咧，我都收到咗大量嚟自唔同產地、唔同品種嘅荔枝。單純靠榨汁根本咧唔足以消耗如此數量龐大嘅荔枝啊，因此咧，我仲研發咗一款荔枝特調，仲用咗男朋友新年咧送俾我嘅從化桂味，做咗一款咧浸泡嘅荔枝威士忌啊。估計大家見到呢條視頻嗰陣咧，就已經飲得㗎啦。嚟 Chewy 嗰陣記得問下仲有冇啊，畢竟咧數量有限，早嚟早享受啊！堅持翻 Chewy 上中嘅呢386日入邊，外賣咧已經咧食到驚晒㗎啦。最近咧，要麼咧就係提前準備好食材，要麼咧就係上美團或者撲撲睇下咧有乜值得買啊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。宵夜嘅話咧，基本咧都係蒸條白質啊，再搞啲貝殼類，簡簡單單又一餐。如果唔簡單嘅話咧，仲會準備白鹵水鍋底，以及咧更多嘅貝殼類同埋牛肉。貝殼類嘅話咧，我最近嘅至愛咧，非西施舌莫屬啊！西施舌嘅學名咧係 Matra antiquata， 係屬於廉甲目甲利科嘅海洋貝類。喺福建啊同廣東等地區咧，佢都被稱為貴妃蚌或者咧尖子甲。最近嘅來貨咧比較唔穩定啊，要麼咧就係冇貨，要麼咧就係大到離晒譜。經過我嘅反覆實驗咧，不論係白灼定係打邊爐咧，都必須凍水落鑊，而且咧唔可以提前開邊，必須咧整隻落鑊，因為咧只有咁樣先可以保證咧整體口感係脆嫩無渣嘅，而且咧唔會縮水啊，充滿咗鹹鮮嘅滋味，偶爾咧仲會有滾燙嘅爆汁體驗添。除咗嗰少少嘅黑線需要去除之外咧，其他部分咧都係可食用㗎。至於咧，我哋李州嘅嚴選，除咗西施舌啊，仲有特級嘅雪花牛肉，呢個紅白相間嘅大理石紋路，邊個見到唔心喐啊？從唔願意透露姓名嘅變態群友純牛奶，最近呢幾次嘅上供嚟睇，我感覺咧佢自己生晒嘅金蠔咧算係出絲㗎啦。雖然咧背柱部分仲係有啲難咬啊，但係咧蠔膽部分嘅口感同埋味道咧都十分唔錯，外殼軟糯帶啲彈性，入邊咧仲保留咗部分鮮味十足嘅汁水，整體嘅回味咧係悠長㗎，帶啲回甘。當然啦，間唔中咧我仲要幫純牛奶處理一下佢賣唔晒嘅剩貨啊。呢一盒咧就係我認為點解西施舌啊、刀貝呢啲貝殼類開邊之後唔適合打邊爐嘅重要參考數據樣本啦。最近嘅投餵之中咧，印象最深刻嘅咧，仲有 Lily 親手做嘅13香大閘蟹同埋小龍蝦，就連配菜啊都特別好食㗎，係可以直接開檔做生意嘅水平啦。最近咧入咗網絡上，好多調酒師都喺度推薦緊嘅國產香酒來煉，據說咧係充滿梔子花嘅香氣㗎。不過我嘅感受咧就係佢嘅香精感咧有啲太重啦，而且品牌方嘅 QC 咧都唔夠嚴謹㗎。鬼子花到底係乜鬼呢？自廢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